逐步響起歸天的信號，在他足面裏，彷彿帶點唏噓。紫色 logo 給他的意義，是一生奉獻，俗品鬥爭中，牛脷酥總會變做粟米，蘿蔔糕炒米帶着寄望，今天只有殘留的空凳，執笠歲月，想吃總要斟豉油。一丁驚愕彷徨的掙扎，油炸鬼改變未來，問誰又能做到？